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领受上帝的话，伫领受上帝的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即时要静静来听你的话，要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恳求主，你即时安静阮的心，互阮当注心听你的话，也会当照安尼去行，来荣光你的圣名，也互阮领受祝福。恳求主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华语叫做无名因此就是无名的女英雄。圣经中间有真侪人伊的名无记载伫圣经中间，但是伊有缘真做上帝所使用、上帝所欢喜，会当祝福别人的人。其实，伫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嘛有真侪人出现伫咱的生命中间。检查伊毋是世间人看做是真重要的人、真伟大的人，但是常常因也会当带互咱真大的祝福，是咱心中真感恩的人，对咱影响真大的人，咱拢会纪念这个人。佮对一个角度来看，检查咱每一个人拢毋是真出名的伟大人物。伫世间人来看，可能毋是真有成就、有啥物真大伟大成就的人。但是，只要咱愿意顺服上帝的心意，咱嘛会当真做上帝所欢喜、带互别人祝福的人。所以，咱要透过今仔日所记载即个故事中间，一个无记载伊啥物伊啥物名而且是一个查某囡仔来学习。今仔日所看到这段记述，伊大概是发生伫主前850冬。这时阵以色列已经分做南北两国，南国叫做犹大，北国叫做以色列。其中这个北国以色列，伊迄个时阵受到伊北方的一个强国叫做阿兰，就是咱今日所读到的叙利亚，常常来威胁，常常来搅扰、来侵略。所以百姓就受这个阿兰国叙利亚的欺负，因的财产家业受到抢夺，生活真无安定，常常爱活踮伫迄个惊吓中间。有时阵这个外族的兵一攻来，可能财产都爱损失去，甚至性命嘛损失去。今仔故事的背景就是发生伫这个时阵。伫这段经文中间有几个真重要的人物第一个就是先知以利沙。以利沙伊是接续伊的老师以利亚做先知，咱顶回有讲过伊的第一讲。伊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上帝的罗卜，伊会当使用上帝予伊的气力，行真侪神力奇事。另外一个主角就是乃曼。乃曼是叙利亚军队的统帅，就是将军。伊真得到这叙利亚王的器重，因为伊真有能力。带领叙利亚的军队常常得胜，所以叙利亚王真看重伊，但是伊真不幸，伊得到一个病叫做麻风病。顶回牧师有解说过这个病这个病是一种传染性的皮肤病，伫当时阵是真困难医好。得到这种病的人除了身体痛苦以外，佮会承受真侪精神上、心灵上的艰苦。人拢唔敢甲伊接近，因为即款的病会去传染着。所以伊得到即款的病情实在是真艰苦。虽然伊是一个大将军有真大的名望，但是却不幸得到即款的病。结果咱看见着，伊后来伫厝内底有一个伊所掠来的一个女婢，以色列人女婢会帮咱下面去追求先知以利沙的帮助，最后。伫上帝恩典内面，伊得到医治。一般来讲，咱咧看这段记述，咱拢会将迄个焦点放伫迄个大官人的先知以利沙，也是讲乃曼将军的改变。但是咱常常忽略一点，就是乃曼之所以被医治，中间有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就是这个查某囡仔。咱看见着第5章的第2节，中间提到这个查某囡仔。这查某囡仔讲是叙利亚军队伊咧攻击以色列人的时阵，去用掠来，
你来了，就爱做人的奴才，所以就被派到这个乃縵将军伊的厝内底做这个乃縵将军的某的女婢。伊被了这当时阵这款大环境中间是常常发生啦，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伊是一个连圣经嘛无记载伊啥物款的名的一个无名小卒。咱看圣经中间找袂到这个囡仔叫啥物名，甚至伊是倒位的人，伊是啥物人的查某囝，厝内底有啥物款的人，完全拢无记载。但是咱爱记住，今仔日咱所看到这个新约基书，就是对这个拢无名的一个细汉查某囡仔所展开的。乃縵将军就是借着伊的介绍，才会当明白先知，才会当伫上帝帮助内面得到医治。所以，咱常常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啦。上帝使用世间人看做卑微的人，来成就伊美好的心意。亲像保罗先生安尼讲，伊讲上帝竞选世间愚戆的，来互有智慧的见效；竞选世间软弱的，来互强壮的人见效。所以咱每一个人咱拢有名但是不一定真出名。但是咱会当透过这个细汉查某囡仔伊的生命特质，来思考安怎才做一个会当祝福别人的人。咱会当互上帝使用。咱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5个这个查某囡仔的特质，咱一项一项来学习。首先咱看到这个查某囡仔有一个特质，就是伊有上帝伫伊心肝中间。咱看见伊拄着遮尔大的艰苦。遮尔大的困境，但是伊依然真勇敢去面对这个困境。伊的背景咱无清楚，可能无一定，毋是啥物款的千金大小姐。但是咱来理解，伊至少是因老爸老母的心肝宝贝。但是突然间拄着即款的灾难，互伊原本伫厝内底是因老爸老母的心肝宝贝掌上明珠，但是后来变做一无所有。诚做异国的奴才，所以咱想象这个查某囡仔的困境伊一个人向掠去到外国去，爱面对青分的环境，无共款的文化习惯，无共款的人，伊家本身佫是一个奴才的身份，伊除了规工去服侍伊的主人以外，看起来是无啥物款的愿望若咱去拄到即款的情形咱一定埋怨讲，我看遐尼衰，向掠到遮，为什么拄到即款的代志？即款的代志为什么会临到我？咱拢可能会安尼想，但是咱看见着即个查某囡仔伊无安尼伊拄拄好倒病，伊无失去勇气，佮勇敢面对困境，伊把握一个时间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伊一听见着伊的主人得到即款的病，伊就想讲，伊的主人的病有一个人有办法，就是上帝的奴仆伊丽莎，伊就想要介绍伊的主人去互即个上帝的奴仆来医治所以伊心中一直有迄个专灵的上帝伫伊心肝中间。可能伊即马是真困难的环境中间是逆境，但是伊的信仰无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伊知影上帝会当帮助任何人。所以圣经安尼对咱讲，圣经对咱讲，什么会当互咱甲基督的听隔绝？减讲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赤身肉体，是危险，是刀剑。圣经同咱讲靠着听咱的主，伫这一切的代志顶面已经得胜有存了。所以这个细汉查某囡仔伊靠着上帝甲伊同在，虽然伫一个真困难的环境下面，伊甲这个万福之源结连做伙，伊就会当诚做祝福别人的人。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若要诚做一个祝福人的人，咱就爱时常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所有的福气的来源拢是来自上帝。咱若甲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咱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咱来看，这查某囡仔
伊无怨愤哦，伊是充满疼人的心，伊非常有爱心。一个细汉查某囡仔，年纪轻轻，就向掠去外国做女婢、做奴才。对人性的角度来看吼，伊虽然弱小，无法度反抗，但是心内应该是安那，真怨恨这害伊的人嘛，对无？咱拢会安尼嘛，咱一定对这害咱的人充满了怨恨甲不满，因为就是这歹人害伊流离失所，害伊家破人亡，害伊家一人孤单过来做人的奴才。但是咱看见伊无安尼哦，伊当伊听到这个伤害家己的大将军破病，一般人拢会感觉讲啊，这安尼报应，吼，你著我害，吼，啊，即摆你得这款病吼，安尼死死就好，吼，咱拢会安尼想。但是咱看见着这查某囡仔无安尼哦。圣经中间吼，咱拄则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吼，但是你若看和合本，也是讲台语汉语本吼，伊的翻译无共款吼。和合本是翻译做巴不得，吼，啊台语汉语本翻译做可袂得啊，吼，可袂得我的主人会当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的确会当医好伊的大麻风。所以对即段经文中间的即个可袂得吼，咱会当了解着讲，伊是充满疼心吼。伊伫这主人亏待伊的过程中间，伊悠然用疼心去回应，而且帮助迫害伊的人。咱要讲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吼，咱一定爱求上帝，互咱有充满的疼心。因为要帮助别人的人吼，无一定真顺利吼，有时咱会拄着一寡困境。但是咱若有丰盛的疼伫咱的中间的时阵，咱的确会当将当将福气带互别人吼。这是第二个特质。第三个特质吼，咱看见着这查某囡仔吼。伊除了对人有疼心以外，吼，伊对上帝有十足的信心。因为吼，咱看见着伊对伊的主人吼提出建言，吼，这是爱真大的勇气呢。咱看见伊安尼讲，伊讲但愿我的主人会当去见住伫撒玛利亚的先知，咱来注意这句哦，讲伊一定会当医好伊的麻风病，所以伊是挂保证的哦。伊讲，伊一定会当医好伊的，的确会当医好伊的麻风病。哦，这若毋是对上帝有十足的信心，啥物人敢讲即款的话？哦，咱来理解哦，伊是一个奴才，伊面对的是一个主人，主人迄个时代的主人吼，会当完全控制奴才的性命。哦，若万一伊来报即件代志吼，惹主人的生气，咱看哪万是足够生气的呢？吼。是真容易生气的人，但是若无法度挂保证，若无对上帝有绝足的信心，伊较会敢讲即款的话。所以，咱看见伊因为伊的信心来成就即个信仰。咱若相对吼，咱来看即个故事中间吼，有另外一个人是完全无信心。这个人是啥物人？做以色列王的，对无？咱看见着即个故事中间安尼讲，讲乃縵吼。为着要去见先知以利沙，伊想讲爱有一张介绍批啊，伊就请迄个阿兰王，就是这苏利亚王，写一张介绍批，然后早一寡礼物，先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来帮伊引带伊去见这个先知。结果以色列王看到这张批尔啦，拆离家己的衫裤，讲这张批一定是要刁难伊的，伊较有可能医好伊的病伊就是对上帝无信心嘛，毋知伊的国内有一个上帝罗卜会当成就这款的新力技术。所以咱若比对这两个吼，咱就发觉讲吼，这个故事其实咧咱讲一件代志吼，有权势的人无一定较好，无一定较有信心。你看这个故事中间吼，拢是迄个做罗卜的较精英对无？乃縵生气吼，你过去洗七遍伊就生气啊，叫是一个萝卜来可坑所以咱对这个故事中间，咱可以看见到，这细汉查某囡仔伊的信心成就了这个信仰。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来对咱的上帝有信心。我伫查经班的时捌讲过
咱伫台湾吼，即马基督徒比率上界悬的城市是咱台北市，差不多10%。意思就是有90%的人也未信耶稣。所以咱若讲，当然譬如无一定真好，但是咱若看咧做生意吼，这市场有大无？市场真大嘛，佫有90%的人还未接受这个信仰。咱的产品有好无？你拢毋敢讲？产品有好无？但是咱加上足无信心呢，所以咱爱去理解，讲福音若要传互别人，这是上界大的祝福嘛。但是咱个人拢无认真要去传。既然上帝遐尼好，咱为什么无要甲别人分享？其实有时阵我嘛是安尼啦。我有一遍受邀请去参加一个宣教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主办单位爱我做一个计划做一个分享分享讲，迄题目就是讲咱台湾伫宣教顶面的困难甲问题啦。因为咱前一站咱的总会有咧推动叫做101新培家的运动因为咱过去有培家运动。有足大的成就伫10档中间，咱的教会数甲信徒数拢增加1倍所以咱其实伫10档前咱就有这个计划。毋茫讲，咱也会当利用10档的时间，互咱的信徒培家但是我看到的资料甲这个数字我就真悲观啦因为迄个时阵总会期待讲。我迄阵伫台南中会讲期待台南中会让一档会当增加1200个信徒10档会当增加12000个信徒。但是我去收集来资料就过去5档台南中会较增加500个信徒，即摆一档是咩增加1200个，我看拢做无信心的就伫遐分享我的看法。分享了我无信心大家听的拢无信心但是想讲安尼就毋免做但是后来我有真深的反省啦我咧想讲若我咧演讲的时阵马街甲马雅国伫迄个现场咧听我演讲，一定起来骂我的。讲你遐无信心，我迄阵来到台湾的时阵，要人无人，要教会无教会，要资源无资源，但是阮伫遮设立教会。传福音有遐尼济效果，拍落遐尼好的基础，今仔咱较有即款的教会。咱今仔手中有遐尼济教会，有遐尼济信徒，有遐尼济资源，咱敢讲无法度将福音传出去。所以这就是在伫咱拢看现实，无要看上帝。咱对家己无信心对上帝嘛无信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要成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引带别人来就近上帝。真重要是对上帝要有信心。佮有第四个角度，咱来看这个细汉查某囡仔伊除了对人有疼心，对上帝有信心以外，伊对得着人、互人的得救伊有一种热切的心啦。圣经中讲。巴不得，可未得，这句话有一个真深的意义毋单单伊对上帝有信心表示讲伊对这个伊主人的得救身体的得救、灵魂的得救伊有一个热切的心啦。所以因为有真期待，这么大的期待所以伊才会当真做祝福别人的人。有时阵咱常常会因为咱无够热诚。直到失去真济会当救人灵魂、传福音的机会，咱有时过头轻看家己，掠做咱的影响力无可能造成大的影响，请大家绝对毋通安尼想。咱只要有热切的心，求圣神帮助咱把握这个机会，甲别人分享。其实咱的教会对过去到现在，拢一直有真济这福音的事工咧推动，特别是咱若看周报，咱就知咱最近会增加一个牧师来关心迄个儿童
即个时间。啊，咱伫去年开始，咱也伫即个招牌，咱的幼儿园遐开始一寡福音性的工作。啊，咱未来伫新增的所在，除了做服务老大人吼，啊服务这弱势家庭以外，咱嘛要开始一寡福音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拢真需要有兄弟姊妹来参与。咱若有一个对别人的灵魂得救有一种渴慕的心吼，咱做伙来参与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吼，咱会当付出咱的时间，我相信一定会带来真大的成果。或者是牧师望讲大家会当做伙同心来推动的吼，互咱的教会真真正正当转变，才做一个会当得，互人灵魂得救吼，搁较济啊，会当将福音传出去。互人得到祝福的教会。最后一项吼，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吼，即个查某囡仔伊有即款的特质，伊有对人有疼心，有上帝甲伊支持，伊对上帝有信心，伊也对人得救有渴慕的热心吼。除了这以外吼，伊阁有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吼，就是伊知影帮助人的方法。伊具备这个各种特质，伊嘛有方法。伊知影吼，只有伊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先知，这主人才会当得到医治啊！所以咱要互人带互人祝福，咱嘛爱知影方法。上介好的方法，就是将因引出来到上帝面前，互因亲自领受上帝的祝福。今仔咱真感动的，就是第一、第二章甲第三章。有真侪兄弟姊妹，甲真侪家庭，即个细囝，因要来领受即个人生上介大的福分。我相信，即个兄弟姊妹，因的身躯边一定有一寡人咧帮助因，咧带因来协助，互因更加明白即个信仰。啊，这就是上介好的方法。我望咱每一个人，拢会通成做即个上帝的工具，会当将即款大的福气、上介大的福气带互别人。啊，咱毋通了做讲啊，咱一定要做真侪大的代志。咱只要设法将上帝介绍互因，相信圣神亲自动工，伊就会改变。咱来理解吼，这历史上所有伟大属灵的伟人、伟大人物，拢是有人将因带到上帝面前。可能是因细汉时因的老母，可能是因隔壁的朋友，也是伊的老师，将因带到上帝面前。上帝圣神的感动下面，上帝就使用这款的人，成做这世代的祝福。所以，如果咱也愿意，咱成做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咱对别人有疼心，对上帝有信心，对得到灵魂有热切的心。咱阁知影即款的方法，我相信上帝会使用咱的教会，成做真侪人的祝福。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透过即个无记载伊的名字，但是阮相信生命册顶面有记载，伊的即个细汉查某囡仔去学习安怎成做别人的祝福。恳求主你使用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成做你手中的一个器具。你使用阮，加添阮对别人的疼心，对你的信心，以及对灵魂得救渴慕的心。互阮也有智慧、有方法，引出伊来到你的面前，互伊领受祝福。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